讲到选择，就会想到互人尊敬、伟大的画家、艺术家李梅树教授。在迄个专制高压、物质的年代，上活泼活跳的社会力，就是宗教信仰。李梅树教授引导这个社会力，集中资源，用现代的美术观点结合传统的建筑工法，以及一流的工艺大师，特别是木刻甲石雕，用真长的时间来起造清水祖师庙。对现场来讲，这是高雅的寺庙；对艺术有兴趣的人来讲，这是一座美术馆。甲祖师庙一座美术馆做厝边，有人加减受影响，有人直接受影响。甘乐文创是直接受影响的艺术聚集的所在。花是美丽的生命力。日本的画道将美丽的生命力升华做一种哲学、一种精神、一种修养。日本的画道启示三甲这位花艺老师，伊感觉花的美丽芬芳是一种温柔的缘分。这种缘分会当安定无形，但是空虚的生活。这位少年师傅投入一个金光闪闪的行业，伊感觉拍金仔这个行业未退流行，只要黄金时代这4字继续存在，伊所做的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行业。这对从事花雕的少年翁某真有意思。牵手是头家，红婿是新郎。红婿真知影伫家庭、甲店面家己的地位，所以对这个设计师兼店长兼牵手十分的配合。因希望一步一步建立家己的品牌，路要真长。相信翁某牵手同齐行，总会理想实现。